上邊咧已經唔係棟篤笑一個人咁簡單嘅人咧，有添咗報警啦，有燈光啦，有其他人幫佢啦。咁其實嗰個形式咧就係西方似乎咧係都未曾好發展得起嚟。咁我相信咧佢亦都唔係抄西方嘅，比依家個方式，完全就係基於佢對於香港市場嗰個敏感嘅反應，佢感覺到只有咁樣咧，佢先至能夠賣得。其實一路都有人覺得我做嘅唔係真係所謂外國啲 stand-up comedy 嘅，一路都有人覺得我做嘅係獨腳戲。對我嚟講亦都係新嘗試啊，因為喺我以往嘅 talk show 好少俾大家所謂咁抌本啊咁去做呢啲嘢咁樣。其實我以往嘅係冇似今次咁樣做咁樣有個劇情咁樣去嘅，即係今次係做咗另外一個人。以往嘅棟篤笑嘅推展唔係喺一個人嘅感情度推展㗎嘛。係喺個概念上嘅推展啊！呢次係轉化咗㗎，你可以咁講，其實係一個戲劇嚟㗎啦。咁但係你話以後會唔會咁樣繼續落去咧？即係越嚟越多棟篤笑式嘅戲劇，或者一個戲組叫棟篤笑咁樣咧？咁咪真係要睇觀眾嘅接受力係點樣啦。咁我亦都要睇下自己中意啲乜嘢咯，盡量下希望可以喺中間攞到一啲平衡。你知唔知我哋講緊婚姻啊？婚姻就即係咩咧？婚姻就即係。你攬住一大堆嗰啲日本仔啲軍票咁啊嚇！你可以咧去示威，你可以去遊行，你可以抗議，你去燒人啲國旗，燒埋自己條底褲，你可以搞好多嘢。但係最終大部分嘅時間，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對住呢堆冇鬼用嘅軍票，抌又唔係，唔抌又唔係，唯一可以抌嘅就係你自己嘅心口。